現代人日日沖涼，用消毒劑，屋企乾淨到一塵不染，以為咁樣就最好。但係，你知唔知道，我哋呢種極度潔淨嘅生活模式，可能就係令你同屋企人過敏嘅元兇。聽落係咪好似講笑咁？科學家提出環境衛生假說，指出細路仔早期接觸多啲微生物，例如泥土、寵物，其實係幫佢哋嘅免疫系統上堂。如果免疫系統細個嗰陣冇機會同呢啲敵人搏鬥，佢就會好似冇嘢做咁，搞錯目標，走去攻擊花粉、塵蟎呢啲無害嘅嘢，最終搞到過敏。所以，想減少過敏，唔係話越乾淨越好。適度接觸大自然，俾小朋友同泥土、小動物玩下，甚至屋企養返隻貓狗，都有助訓練免疫系統，令佢學識分清敵我，保持平衡，免疫力自然更強。